你有冇遇過呢種人？佢哋好似做乜都順，遇到難題好輕鬆就可以化解，成個人散發住一種令人想靠近嘅溫暖氣息。相反，有另一種人，明明條件唔差，但成日頭頭碰着黑，喐啲就埋怨、焦慮、嬲，成個人都好似孭住一個無形嘅包袱。你可能會話呢個係性格問題或者運氣問題，但心理學家大衛霍金斯博士用接近30年嘅科學研究話俾我哋知，呢一個背後有一個更加底層嘅嘢喺度運作，叫做意識能量層級。到底咩係意識能量層級？點解由低頻提升到高頻會徹底改變你嘅人生？霍金斯博士係全球知名嘅心理學家同精神治療師，佢用咗超過30年時間，透過大量科學實驗證實咗一個驚人嘅事實：人嘅意識唔單止係大腦嘅產物，佢本身已經係一種能量，而且係可以量度嘅。佢畫出咗人類歷史上第一張意識能量層級圖譜。根據佢嘅研究，人類意識嘅能量範圍係1到1000之間，總共分為17個層級。而且呢啲數字唔係簡單嘅算術增加，就好似地震級數咁，每上一級，能量唔係只係多啲啲，而係好似地震相差1級，釋放嘅能量相差31.6倍。呢度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分界線，能量值200。霍金斯將呢個層級叫做勇氣。處於200以下嘅係負能量，會損耗你嘅身心健康；處於200以上嘅係正能量，會慢慢幫你提升生命力。咁呢17個層級分別對應啲咩情緒同狀態呢？我由最低嘅開始講，最低係羞恥，得20分。呢種狀態係幾乎想自己收埋自己，覺得自己唔配生存落去。再上一級係內疚，30分，不斷自責，覺得自己做錯嘢。跟住係冷漠，50分，絕望無助，覺得世界冇希望。右上75分，放唔低過去，成日諗住啲唔開心嘅事。恐懼100分，焦慮擔心，成日覺得就嚟有衰嘢發生。慾望125分，貪婪執着，永遠覺得唔夠。憤怒150分，仇恨怨恨，對世界不滿。驕傲175分，自我膨脹，睇唔起人。呢啲都係我哋生活當中好常見嘅情緒狀態，但係佢哋全部喺200以下，屬於低頻能量。喺呢啲狀態下，個世界望落去係好無助、好絕望、充滿挫折嘅。而一旦跨過200，進入勇氣呢個層級，所有嘢就唔同晒。勇氣代表你願意嘗試新事物，願意面對生活嘅悲歡離合。生活從此唔再係被動承受，而係充滿挑戰同新鮮感嘅旅程。再上一級中性250分，淡定靈活，唔再俾結果綁死。樂意310分，真誠開放，快速成長，願意學習。接納350分，一個巨大嘅轉折點。你開始意識到自己先至係命運嘅主宰，而唔係受害者。理性400分，智慧、科學、概念化嘅能力。仁愛500分，呢度講嘅愛唔係依賴或者佔有，而係無條件發自內心嘅愛。佢關注嘅係生命嘅美好。喜悅540分，寧靜、慈悲、持久嘅樂觀。寧靜600分，超越咗世俗嘅羈絆，自我同外界嘅界線消失，最後係開悟。700到1000分，呢個係人類意識進化嘅頂峰。佛陀同耶穌都喺呢個層級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想問：咁我而家喺邊個層級？同埋我應該點樣向上行？傳統上提升能量層級嘅方法，你大概都聽過：冥想、靠近高頻率嘅人、減少負面思維嘅內耗，呢啲都好有用。但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問題，佢哋需要你刻意去做，而且效果往往嚟得好慢。霍金斯博士自己喺研究入邊都指出，大部分影響我哋能量頻率嘅因素，其實係收埋喺我哋嘅潛意識入邊，甚至收埋喺身體嘅細胞記憶之中。你根本唔知佢嘅存在，但一直俾佢拉低能量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明明知道要正面思考，但係個腦就係停唔到負面嘅聲音。明明知道要改變，但係成日重複緊同樣嘅錯誤模式，因為問題唔喺意識層面，喺你嘅意識層面以下，有一套低頻嘅慣性程式喺度默默運行。咁如果有一套技術可以直接從能量信息場入手，幫你揾出呢啲低頻程式，清理佢哋，再重建高頻嘅震動模式，咁會唔會係一條更加有效嘅路？呢個就係 Time Waver 做緊嘅嘢。Time Waver 點樣幫你提升頻率？
Time Waver 係一部嚟自德國嘅量子科技設備，佢嘅發明者叫 Markus Schmidt， 佢同時係量子物理學家，又曾經喺印度出家修行12年。佢結合咗西方物理學同東方智慧，開發出呢一套系統。Time Waver 嘅工作原理係基於量子物理嘅全息理論同信息場理論，佢捕捉個體嘅量子信息，分析身體、心靈、靈性層面嘅動態平衡，並透過共振信號嚟修正干擾波頻。簡單講就係每個人嘅意識周圍都有一個信息場，入邊記錄住你所有情緒、信念、創傷嘅震動頻率。有啲頻率係高頻健康嘅，有啲就係低頻卡住咗嘅。Time Waver 就好似一部頻率調音器，可以幫你將嗰啲低頻嘅壞音符揾出嚟，將佢哋中和，再強化你想要嘅好音符。具體有3個步驟。第一步，掃描，揾出你卡咗喺邊個層級。Time Waver 可以讀取你嘅信息場，話俾你知你嘅潛意識入邊究竟卡住咗啲乜嘢信念，邊一種低頻情緒喺度拉低你嘅能量。係恐懼、係內疚定係憤怒？佢甚至揾到呢個情緒嘅根源，可能係你童年某個你已經唔記得嘅經歷。第二步，清理。中和呢啲低頻震動，淨係知道問題係唔夠㗎。你知道咗，但係個低頻嘅壞程式仲喺度運行，你依然會不自覺咁做出同樣嘅反應。Time Waver 可以發出特定嘅頻率，去干擾同清除嗰啲低頻卡住咗嘅信息模式，等佢哋由你嘅信息場入邊溶解甩脫。第三步，重建，鎖定新嘅高頻信念，清除咗舊嘅之後，你需要建立新嘅。你可以設定一個你想要嘅新頻率狀態，例如我係安全嘅，我係被愛嘅，我值得擁有豐盛。Time Waver 會強化呢個新信念嘅頻率，等你嘅身體同細胞慢慢去適應佢、接受佢。久而久之，呢個高頻狀態就會變成你嘅新慣性，亦即係你嘅新常態。從羞恥到勇氣，再到仁愛，一個真實嘅轉變路徑。我俾你一個具體嘅例子，一個人如果長期處於恐懼嘅層級，大約100分，佢嘅人生觀可能會係世界好危險，我要保護自己。佢唔敢嘗試新事物，唔敢表達真實嘅諗法，成日活喺焦慮之中。用 Time Waver 幫佢，第一步係掃描出恐懼嘅根源，可能係童年某個創傷事件，可能係家族系統中某個模式。第二步 Time Waver 發出特定嘅頻率，幫助中和嗰個恐懼嘅震動模式。呢個唔係壓低恐懼，而係從信息場層面令到恐懼嘅能量鬆動釋放。第三步，設定新嘅頻率錨點，例如勇氣嘅頻率。隨住 Time Waver 持續強化呢個新頻率，佢會開始覺得自己更加有力去嘗試新事物，更加有信心面對挑戰。當佢穩定咗喺勇氣嘅層級之後，仲可以繼續向上行。下一個目標可以係接納350分。喺呢個層級，佢會開始意識到，原來自己先至係命運嘅主宰，而唔係受害者。呢種覺醒本身已經係一種巨大嘅能量釋放。再上一級，可以係仁愛500分。喺呢個層級，愛唔再係佔有或者依賴，而係由心裏面自然流出嚟，無條件嘅愛。佢關注嘅係生命嘅美好，可以將負面性化於無形。每一步嘅提升都需要時間同埋持續嘅調整，但係有咗 Time Waver 嘅幫助，呢個過程可以大大加快，因為你唔再係盲目咁向上爬，而係準確咁揾到卡點，清理卡點，再向上鎖定。高頻唔係終點，而係起點。最後，我想同你分享一句說話。霍金斯博士喺《意念力》呢一本書入面不斷強調，一個人嘅意識能量層級決定咗佢生命嘅品味同質素，而一個人嘅態度可以改變佢所體驗到嘅世界。Time Waver 係黑科技，雖然唔可以令你乜都唔做就即刻開悟，但係佢可以幫你慳返大量喺表面兜圈嘅時間，準確咁揾出嗰啲收埋喺暗角、拉低你頻率嘅信念同情緒，並喺能量層面加速清理同轉化。如果你成日覺得明明想改變，但成日原地踏步；明明知道要正面思考，但成日俾負面情緒淹沒；換過幾份工，換過幾個伴侶，但遇到嘅劇情都係差唔多。咁樣，你可能需要嘅唔單止係更多嘅意志力，而係一套可以幫你從頻率入手嘅工具。Time Waver 就係你手邊嘅一部頻率調音器，佢唔係要取代你嘅努力，而係令你嘅努力變得更準確、更輕鬆、更有效。從低頻到高頻，從恐懼到勇氣，從勇氣到仁愛。呢條路你可以一個人慢慢行，亦都可以用啱嘅工具，行得更快更穩。如果你對 Time Waver 或者 Time Waver Home 有興趣，可以 click 影片下面資訊欄嘅 link WhatsApp 聯絡我哋，預約體驗或者
者去網站了解更多。